大家好，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南昌有咩玩？今條影片將會帶大家去滕王閣和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欣賞古代歷史文化。介紹滕王閣。根據官方資料，滕王閣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東湖區元江路，地處錦江東岸，錦江與撫河故道交匯處，為南昌市地標性建築，豫章古文明之象徵。始建於唐永徽4年653年，為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應任江南洪州都督時所修，現存建築為1985年重建景觀，因初唐詩人王勃所作《滕王閣序》而聞名於世，與湖南岳陽岳陽樓、湖北武漢黃鶴樓並稱為江南三大名樓，是中國古代4大名樓之一，中國10大歷史文化名樓之一，世稱西江第一樓。現在的滕王閣是仿宋建築風格。1942年，古建大師梁思成街弟子莫宗剛根據天籟閣舊藏宋畫繪製了8幅重建滕王閣計劃草圖。在第29次重建之時，建築師們以此為依據，參照宋代李明仲的營造法式，設計了這座仿宋式的宏偉樓閣。主體建築高57.5米，建築面積13000平方米，其下部為象徵古城牆的12米高台座，分為2級。台座以上的主角取名3暗7格式，為3層帶回廊建築，內部共有7層，分為3個明層、3個暗層及閣樓。正脊楣為仿宋特製，高3.5米。2004年，包含滕王閣在內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閣旅遊區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為第5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名單。2018年10月29日，包含滕王閣在內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閣旅遊區被全國旅遊景區品質等級評定委員會正式批准為國家5A 級旅遊景區。介紹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根據官方資料，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位於江西省南昌市城市核心中山路商圈，北臨中山路，南接船山路，東至翠花街，毗鄰南昌8·1起義紀念館，連通南昌地鐵1號線萬壽宮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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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接船山路，東至翠花街，為集時尚購物、餐飲娛樂、社交休閒文化性旅遊區。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由歷史民宅、商業區、萬壽宮宗教文化區3個部分組成。街區佔地約80畝，總建築面積約14.6萬平方米。街區由清華大學建築設計院設計，集中展現江右文系的建築風貌與傳統文化。街區總建築群共123棟，其中晚清近派建築118棟，包含南昌總商會、慈濟堂、玉泰嚴莊、羅英故居舊址等45棟歷史風貌建築。1600多年前，江西始建鐵柱萬壽宮，在南昌這片由船山路、翠花街、中山路合圍的區域，既是江西會館的發源地和全世界1400多座萬壽宮的祖庭，也是一個承載着南昌歷史文化變遷的地方。2013年，南昌市投資20多億元人民幣，圍繞民族、民間、民族的規劃主線，在鐵柱萬壽宮原址一帶打造錦婆文化第一街、南昌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透過風貌保護、歷史建築保護和歷史記憶恢復與再現等手段，實現街區原貌還原。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會公布了2022年全國非遺與旅遊融合發展優選項目名錄，南昌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成功入選全國首批非遺旅遊街區。2022年6月17日，
萬壽宮歷史文化街區被江西省文化和旅遊廳確定為國家4A級旅遊景點。鍾意今次影片，請大家訂閱和追蹤，讚好，留言，分享今次影片，下一條片再見，拜拜。